准备甲咱讲，咱近几月份，12月份咱开班开几厝，咱的开会班咱敢知？好，来科技算看卖啊，3月甲正也无停，咱咧3月开始甲正12月10堂课10个月吼，咱较多拢科技你算咱10个月过去啊吼，10个月过去啊，咱第2节课的模式大概就是讲，咱即摆就是第2节课先来唱善歌吼，因为咱有一个做功德的一个概念，开口讲善语，唱善歌，行善念存善心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流露出来的就是善行。你有善的思维、善的心念，来就是善的行为，但是这个是一个连贯的，所以咱来分堂来学就是一个连贯的。当然咱即摆就爱进入了迄个善的声音、善的口吼，来咱即摆先来甲咱的音控吼来帮咱放即条，咱老师甲咱照条、家图、牵条条吼，即条伫咱的世间歌是。蛮有名的吼，甲咱拿条条，伊来照这条，咱各位浅显吼，咱嘴甲开，不管你对这条歌有是诗无是诗，不管你熟不熟，我们就是开口吼，咱嘴若开，咱的身躯的细胞，伊就对着这个旋律，对着这个字，来甲咱治咱的身躯细胞的病，咱的细胞的肌肉毛病，照着老师的一寡成分，也让该咱身躯的动咱来的病，所以咱即摆做伙来唱出这首善歌，家头牵条条。空要大声一点。谢谢。变口型。大家甲手好好牵着调，甲金线放好调，梦想断了线的风吹。
有几件事个心生一切生，啊心碎一切碎，所以那个唱你吃哦，谢谢。不容易。